你知唔知冰皮月餅可能唔係香港人發明嘅？舊時月餅市場陷入咗一個 loop，間間廠都喺度鬥邊個嘅蓮蓉最滑，邊個嘅蛋黃最靚。但係要打破年輕一代覺得月餅等於老土油膩嘅諗法，全靠呢一場白色革命。新欄目 Up 之島同你發掘，原來係咁嘅小知識，記得 follow 同訂閱 UpWorkHK。香港嘅中秋節都仲係30幾度，加上越嚟越多人注重健康，大班嘅創辦人就睇準時機，喺1989年打破傳統出凍食嘅月餅。大班冰皮月餅慢劈同傳統月餅最大分別就係佢唔需要焗，望落就似日式和果子，口感就似西式凍餅。就係咁成功令班後生仔改觀，喺月餅戰場殺出咗條血路。大班首創冰皮月餅，梗係要同好朋友分享。但係大班首創呢個講法，越南人可能會唔同意。原來越南有個小食叫做軟糕，佢係白色、軟糯同埋冇餡嘅。但係到中秋節嘅時候，越南人就會將蓮蓉、五仁呢啲傳統嘅月餅餡放喺呢個軟糕裏面。就咁睇都幾似冰皮喎，不過唯一嘅分別就係呢款糕唔需要雪藏。點都好啦，冰皮嘅成功就係唔跟規矩去創新，就好似當年 iPhone 重新定義電話一樣，冰皮都重新定義咗月餅。與其同人喺紅海攬炒，不如自己開拓一片藍海啦。想知更多呢啲可能有用嘅冷知識，即刻訂閱我哋 UpWorkHK 啦！